41岁韩国男神苏志燮10日晚间第4度在台举办见面会，选在春节尾声会粉丝。苏志燮去年底在韩剧《我身后的陶斯》饰演神秘特务，曾为戏剧来台举办免费粉丝会，相隔2个多月再度来台，人气超高，深受粉丝喜爱。一开场就以帅气黑西装现身，韩国男神苏志燮演唱抒情歌曲为见面会揭开序幕。这是他第4度来台举办见面会，还现场撩粉丝。韩星苏志燮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好意思，有点害羞，因为歌词是如果没有你就无法微笑，这个含义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对粉丝们真情告白，让台下尖叫声不断。苏志燮其实距离上次与台湾粉丝见面只相隔2个多月，因为上次是为了戏剧《我身后的陶斯》，这次则是他今年度的亚洲巡回见面会开跑，第一站就选台湾，可见超宠台湾粉丝。除了帅气装扮，他也换上嘻哈打扮，大唱 rap， 多样形象超反差。其他接下来也有部韩国男神接连来台。韩星崔振赫，大家好，我是崔振赫，很高兴又这样跟台湾粉丝打招呼。崔振赫在《马城的喜悦》和《皇后的品格》中连2部韩剧都当男主角，在台湾累积不少人气，即将在228连假来台。3月则有陈勋还有南柱赫，4月则有国民男友朴宝剑。朴宝剑与宋慧乔主演的韩剧《男朋友》才刚下档，随即公布要展开亚洲巡回见面会，让粉丝都迫不及待要来抢票了。